现场嘉宾，亲爱的好朋友，今天也透过我们直播的现场，我们来到我们的彰化文化局 FB 的粉丝专页，可以看得到我们全国现场的嘉宾，亲爱的好朋友共襄盛举2022彰化诗歌节暨百事争鸣颁奖典礼。接下来来颁发我们的感谢状，颁发演出团队，恭喜感谢康元老师，请上前。下一位潇潇老师，请准备。我们老师请在舞台旁，请准备。来，老师请在舞台旁，请准备。再一次的恭喜康元老师，非常感谢我们演出团队。杰明老师，请上前。来，欢迎杰明老师。下一位彰化县诗学研究协会，请整团一起在舞台上，在舞台旁，来，请准备上前。感谢我们杰明老师，等一下有非常精彩的演出。好，曹敏英老师、曹英明老师，好，我们歌唱走唱团，曹英明老师来到前方，平和国小来，请上前。谢谢精彩的演出，接下来继续为您来邀请台湾文学家康元老师，以及陈洁民老师、曹一鸣老师、周淑珍老师，为大家要来演出康元老师的作品，由洁民老师作曲，开河山顶的萤啊，还有洁民老师的作词以及作曲，无人听的歌，由 keyboard 手老师周淑珍老师来担任伴奏。开河山顶的萤啊，开河山顶的萤啊，康元飞过望了山的萤啊，这阵是古二彩诗人，伫树林内听风声的笑声，吟唱，互佛祖做入暗房车烟怪剧情内，定定来山顶探路的云红啊，迈着300年来变怪江山，过去落啊树骹啉袂醉的勇士，身影换做东门外劝人民敬足的关老爷，50多尾为做一条通往红溪、这条追求公理正义的路途，即嘛文学传承的矿场内，飞着一阵一阵开河山顶的萤啊，飞着开河山顶的萤啊，一阵一阵飞过，也嘛展开双双对对的诗歌。飞伫这片青冷冷的山林，走出辉煌绿秀的八卦运气，对着过河迄类蓝魂，展开青春生命的活水喷泉，创造挂山乾坤的美学，创造挂山乾坤的美学。多谢。第一首歌为大家带来《开河山顶的萤》啊，是康元老师作词，我是陈洁民，陈洁民，我作曲。我的伙伴曹一鸣，我是一鸣。我们的 keyboard 老师周淑珍。各位捧声鼓励一下，谢谢。树林内听风的
手脚啉袂醉的勇士，身影换做东门外，藏林民警总的关老爷。武术倒尾，为做一条通往风溪，彼条追求风雨前。今嘛，阮下团成的空中来，飞着一阵一阵快河山顶的影仔，夜嘛展开双双对对的时光。创造歌声，乾坤的美好。手脚啉袂醉的勇士，身影换做东门外，藏林民警总的关老爷。武术倒尾，为着一条通往风溪，彼条追求公理正义的路途。还有一首，我要听主持人甲阮介绍一下，我要听伊的台语有进步无？有哦，拄啊，杰明老师有甲主持人痴痴学了讲台语吼，加较搁讲一摆吼，愈讲愈好。啊，台湾人当然爱讲台语啊，对无吼？搁刷来哦，哇，这首最好听，这个嘛是咱的台湾的文学家，刚才呢为大家盛情的演出，看溪河山顶的鹰啊！哦，拄啊，康源老师有甲七教叫溪河山顶的鹰啊，搁出来厉害啊！吼，这嘛是咱杰明老师的这个作词作曲，无人听的歌，无人听的歌，原来是每一个人心目中哦，拢有一首家己的歌曲。希望你我会当听有，我伫咧讲啥，爱感觉讲你知影我心内底伫咧想啥物，所以这首歌曲伫咧讲人和人的之间哦，这个关系爱加讲啦，加包容啦，安尼讲对毋对？杰明老师，有够赞的啦！所以即马莫听迟迟讲遮济啦，来听咱杰明老师来唱这首无人听的歌，播我声掌声来送互咱的杰明老师，我要讲两句话哦吼，你看吼，有感觉人变足少的无？吼，阮安排伫咧5点，有下阮这首歌的感觉无？无人听对无？啊，毋过即马留落来人拢是上欣赏阮的，才会留落来对无？真正的。嘿，多谢大家来开始。
波浪天爱瓜，透过咱的直播现场，彰化的文化局的粉丝专业同事可以同步收听到我们金明老师的创作的曲目《波浪天爱瓜》。你心内有一首歌，我心内嘛有一首歌，内底有你的故事，我的歌嘛刻伫我的生命。因为有人听你唱歌，茫茫有人了解心情。只是一个世界上过拖磨，人拢有伫心内无讲出来，来对方了解。你认为我无想要了解你歌内的世界，你将耳孔抬起来，我才怪你家己心内。少年的我，受过考试，比大向你解说，就予日子一去不回，不管你继续误会。阮是用台语诗，用民歌的方式来唱。你心内有一首歌，我心内嘛有一首歌。你的歌内底有你的故事，我的歌嘛刻伫我的生命。你望有人听你唱歌，茫茫有人了解心情。只是一个世界上过拖磨，咱拢有伫心内无讲出来，来对方了解。你认为我无想要了解你歌内的世界，你将耳孔抬起来，我才怪你家己心内。少年的我，受过考试，比大向你解说，就予日子一去不回，不管你继续误会。一首歌无人听，你的心事我知影，往事亲像云影，汇入伤心声。一首歌无人听，人生的路孤单行，到讲嘛无甲纸，就藏伫心肝。你认为我无想要了解你歌内的世界，你将耳孔抬起来，我才怪你家己心内。少年的我，受过考试，比大向你解说，就予日子一去不回，不管你继续误会。就予日子一去不
再次的谢谢文学家康源老师的作品，以及杰明老师、以及一鸣老师和淑珍老师共同热情欢乐演出《开河山顶的鹰啊，无人听的歌》，再次感谢，谢谢。